大家好，今日到我世紀21裕田地產，為大家介紹一個位於大埔區、鄰近太和火車站嘅屋苑清泉雅居。呢個單位售面積係532尺，3房嘅間隔。咁先望一望廚房呢個位置啦。咁啊，儲物空間係特多嘅，咁亦都係有窗啦。咁配備埋微波爐、雪櫃。咁至於客廳啦，咁有足夠空間可以擺放餐台啦。咁而戶主亦都做咗好多儲物櫃嘅。客廳咁啊，四四正正，同埋有個露台、落地玻璃窗，咁望出去景觀咧係十分之開揚，咁望到運動場同埋山景。呢個係細房，咁同樣係望到開揚嘅遠景啦，咁啊間隔四正。咁另一間細房啦，咁都可以擺到雙人床嘅。衣櫃嘅位置啦，呢個係主人房，咁啊有特大螢幕嘅玻璃窗，望到開揚嘅山景、運動場景。咁呢一邊咧已經做咗一個入牆大衣櫃㗎啦，咁有對流窗，咁呢度可以擺放到一張特大嘅雙人床。咁現時呢個單位咧已經係交吉㗎啦，咁如果各位有興趣參觀嘅話，可以聯絡返我哋世紀21裕田地產，多謝。